新竹市果菜批发市场在地人拢叫做是大菜市场，为了要减少这食材浪费，推广食农教育，新竹市伫休寒期间特别举办带囡仔来试市的活动，让学生了解到这食材是对倒位来，也搁这菜色规矩因的营养价值，对细汉就建立珍惜食材观念。这是什么？洋葱它是什么类？对，它属于根茎类的。 茎类。学生来市场上课，这节课的老师是白菜贩仔，学的是食材知识，也明白菜市内底百款的青菜水果。囡仔佮穿水果服装，看起来真古锥。有学生讲，过去伫厝内，拢只是看到已经煮好的菜，即马总算知影，原来还未煮进前生做3款。想来这边学菜是从哪里来的？平常我只看到它的煮好的样子，我没有看到它的原型形状。学到关于果菜市场的各种知识，或者是价钱的浮动，或者是台斤、公斤的换算要如何换算。过年过节的时阵啊，大家非常的无闲啊。我想讲，学生囡仔来咱果菜市场，不管是上食农课程，还是来参观这蚵仔做生意的，对囡仔来讲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经验。新竹市推动食农教育，举办带囡仔来试菜车的活动，让菜车不止干那卖菜尔，更当是观光景点，也是推动食农教育的教室。让迄个囡仔了解讲，这食物啊，包括肉类啦、鱼类啦、蔬菜啦，还有水果味道来。以前有一句话讲，唔捌食过猪肉嘛，得看过猪行路啦。即马拄啊好倒饼，所以囡仔爱知影讲，比如说即马寒人，咱的樱桃就在南半球，跟北半球不同，这个也是一个自然地理的一个户外教学。人讲食鱼食肉也得菜价，透过食农教育，让囡仔自细汉建立珍惜食材的观念。活动中也让囡仔知影食材来源、生产方式，佮带囡仔看农药检验过程，让因来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